嗨，大家好，我是探皮树，今天是2025年11月4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消费。前不久这个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咱们3季度 GDP 是4.8%，那么全年要完成5%的这个目标的话，那第4季度显得压力还是有点大。有很多专家学者认为第4季度要出台一些超常规的刺激消费的手段，才能这个保证今年全年完成5%的经济增长的目标。为什么呢？说这个外贸你第4季度指望不上，因为跟特朗普这个贸易战咱们前面搞了一段这个抢出口相当于能出口的这前面都已经出完了，后面想增长也比较难。那投资呢，年底了，这个投资的拉动也是叫远水解不了近渴，所以很多专家认为第4季度如果出台一些超常规的刺激消费的措施才有可能改善目前这个经济的基本面，就这个意思那我们先看一看现在消费到什么程度了，咱们通过几个产品来看看现在消费是什么样子。第一个就是通过白酒，咱们经常说的茅台是咱们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茅台卖得好，茅台价格高，那说明经济越活跃；茅台价格越低，茅台卖得越不好，说明经济越低迷。我想这个关联大家都能感受到，对吧？这是我们参考经济的一个指标。这个浙江金市它有个采访说茅台卖不动了，茅台价格一年跌了1000元。11月1号，浙江杭州说记者从白酒经销商处了解到，目前飞天茅台价格为1800元一瓶，就是那个53度的，而去年同期还能卖2800元一瓶，一年跌了1000元。我记得去年咱们节目也介绍过，说茅台对吧？咱们首先看到它的叫指导价1499，我看现在快了，我看有人说那个拼多多上面好像就卖1499吧，但那个得抢吧。总之目标越来越近了一年就跌到了1000。经销商表示不仅是茅台，高端白酒都在降价，关键的问题是降价了也没有销量。你说楼房吧，降价了还能卖出去几套，这茅台降价了也没人喝。茅台越涨价越有人囤，越跌价越没人买。今日酒价披露的批发参考价显示，11月2日25年飞天茅台原香较前一日下跌15元，报1660元一瓶；25年飞天茅台散瓶较前一日持平，报1620元一瓶。这是批发价难道光是高端白酒卖不动吗？截至10月30号 A 股20家上市酒企3季报全部披露完毕。就第3季度业绩而言，除贵州茅台微增外，其他酒企皆出现下滑或亏损。实际上一家比一家亏得多有的是巨亏90%，这个触目惊心其中五粮液第3季度实现营收81亿元，同比下降53%；古井贡酒第3季度实现营业收入26亿元，同比下滑52%。对于酒企3季报普遍惨淡现象，有业内人士分析，主要是由于宏观消费环境疲软，导致白酒消费场景收缩。说的是消费场景收缩也就是过去为什么白酒卖得好，是因为消费场景多，对吧？晚上出去喝酒要喝3场，有的时候要喝4场，现在这些活动都没有了。同时行业还面临着高库存和价格倒挂的压力，整体行业产能过剩，市场需求不足，使得企业业绩整体承压。大家看视频记者在今日酒驾公众号看到，今天2025年500毫升装的飞天茅台散瓶报价为1620元，相较昨天下降20元。第8代五粮液500毫升单瓶报价为855元，与昨天持平。随后记者来到杭州多家连锁酒类销售门店，工作人员称，最近白酒价格确实有所下跌。今天第8代五粮液500毫升装的单瓶售价为860元，53度飞天茅台500毫升装的单瓶售价为1800元。最近860，之前我记得是960，平常都是硬通货，它是1000块钱一瓶的。前3个月酒，好像是2200吧，降了1000，像去年这个时候2800，今年都降，所有的酒都降。高端白酒不仅是价格纷纷下降，工作人员表示，整体销量也并不乐观。这个茅台是这样的，越涨越有人疼，越跌越没有人买，都不好，所以就过来酒都卖不掉了。白酒生意也不好做，我都闭了4、5家店了，这3个月。随后记者来到永辉超市杭州滨江宝龙店，店内白酒种类丰富，只见柜台展示的白酒多为茅台、五粮液、喜酒等中高端品类。
记者观察到，当前市场上多款白酒的价签显示，其售价较之前均有明显下降。茅台降价幅度在80元到700元之间，五粮液降价幅度在80元到100元之间。不过，相较白酒零售门店，超市负责人表示，今年门店白酒销售额提高了不少。白酒的话，从今年1月份到10月份，同比去年的话，增长还是比较大的，大概在200个点以上。茅台的销量还是比较可观的。上个月的话，像剑南春还有古井贡酒这些都是有销售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大家对于这一块的需求吧，就是包括送礼啊怎么样的，可能需求量比较大。不过，对于中高端酒类的降价，不少市民表示自己并不太敏感。有年轻人称，如果资金富裕，可能会囤几瓶茅台当做理财。就如果手头上有多的话，可能买一点，然后囤着，然后等它再次涨价就收益嘛。它毕竟茅台嘛，它有这么多年历史了，我觉得它会涨回来的，跟黄金一样。记者注意到，截止到10月30号晚 ，A 股20家上市酒企3季报已经全部披露完毕。就第3季度业绩而言，除贵州茅台微增之外，其他酒企均出现下滑或亏损。其中，五粮液第3季度实现营收81.74亿元，同比下降52.66%。古井贡酒第3季度实现营业收入25.5亿元，同比下滑51.7%。对于酒企3季报普遍惨淡的现象，有业内人士分析，主要是由于宏观消费环境疲软，导致白酒消费场景收缩。同时，行业还面临着高库存和价格倒挂的压力，整体行业产能过剩，市场需求不足，使得企业业绩整体承压。连茅台啊都扛不住啊，喋喋不休啊。有人说啊，是由于茅台的金融属性消失了，这个说法说对也对，说不对也不对。茅台的金融属性啊，使茅台价格一路走高一个原因之一，对吧？也有很多人呢，他愿意囤茅台，但是更多的原因还是消费场景。这个咱们在以前节目说了很多遍了，茅台都是些什么人喝啊？喝茅台的人从来自己不买，买茅台的人自己不喝，高端商务局喝茅台，对吧？这很多当官的喜欢喝茅台，你找他办事就得喝茅台。你现在跟当官的办事还能办什么事呢？你就是办了事结不了账，是不是这个逻辑啊？政府到处欠钱，再说了也不敢喝了，禁酒令一出，怕人拍照啊，怕人录像，怕人举报啊。现在很厉害啊，你一个电话，真的当地的这个纪检部门马上就到现场，对吧？这些都是原因之一啊。消费场景没了，对吧？以前公司之间商务活动喝茅台，以前开发商承建商那个包工头喝茅台，现在开发商都要死不活的，都在这个叫渡劫啊，这些包工头都是开启渡劫模式，都已经在这个破产的边缘，你还让他喝茅台，商务活动也在减少，所以说啊，还是消费跟不上。这个茅台现在到什么地步啊？有人知道吧？这高端酒它有个回收行业，这个回收行业反正也是属于灰色啊。你给领导送的茅台，他有的自己喝了，有的他不喝，他又送到那个回收酒店变成钱，对吧？不就变相送礼吗？就变相贿赂，对吧？所以这个因为这高端酒养活了一个典当行业或者回收行业。现在啊，由于飞天茅台的价格一直在下滑，这些收飞天茅台的黄牛、二道贩子、典当行那些烟酒回收店统统的在赔钱，部分典当行暂停收酒，黄牛因每日亏损而暂停收购，部分撸毛党选择退出，收藏市场明显降温。这个是经济观察报报道的。飞天茅台的典当价格是多少呢？在市场上卖，对吧？就1800，你拿这个酒去典当，只能当1000块钱，还在跌啊。那有人就说了，茅台是茅台，是不是别的好一点呢？对吧？茅台、五粮液这些高端酒不能代表全部。但是我记得啊，有一期节目我介绍了，连白牛二销量都暴跌，3季度白牛二才10几块钱一瓶啊，那基本上就是口粮酒，连那个都卖不动了。如果有人说那是白酒，对吧？白酒年轻人不喜欢喝，失去了年轻人的市场，那白酒销量下跌正常。那我们看看啤酒。这个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啊，说啤酒3季报不及预期，燕京、珠江双双大跌超5%。业内人士指出啊，啤酒3季报虽保持增长，但增速显著放缓。珠江啤酒第3季度营收更是自2018年以来首次出现同比下滑1.34%。啤酒3季报低于预期。从发布季报的3只区域性啤酒股来看，它们虽整体依旧保持稳定的增长势头，但是营收
增速显著放缓。今年白酒行业持续低迷，啤酒量价略有承压的情况下，区域性啤酒高景气度是市场最期待的。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好嘛，你们都不喝白酒了，那改喝啤酒嘛，啤酒多卖一点。再加上今年各个地方不是高温嘛，所以这个市场啊对啤酒的预期最强。所以尽管燕京、珠江三季报看上去保持增长，但这样的表现却低于市场预期，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业绩公布后股价出现下跌的原因。一位业内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的确说以珠江啤酒为例啊，公司前3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 17%， 啤酒销量增 1.8%， 但其第3季度营收却出现同比下滑，下滑程度为 1.34%， 这也是珠江啤酒2018年以来第一次出现下滑。同样，燕京啤酒3季度单季实现营收 48.8 亿元，同比增长 1.55%， 其增速低于前3季度营收整体增速。3季度实现啤酒销量 114.3 万千升，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反映出消费疲软下公司市场拓展面临一定压力。这3季度还包含了国庆节、中秋节双节华泰证券指出燕京啤酒2025年减员控费力度较大，成果有望在4季度集中体现，从而带动4季度显著减亏。燕京啤酒靠什么减亏呢？裁员。你看减员控费嘛，你说燕京啤酒对吧？这都已经混到这份上了。咱们一般的说消费那酒类是消费的一个主要指标所以那个胡适里面对吧？资本市场一说消费股，一说要刺激消费，这个酒类的股票哐涨，就这道理所以这个酒类的股价跌跌不休，这个酒类企业销量、价格对吧都在下降，那也说明这个消费不旺嘛。无论是啤酒还是白酒都不行。那黄酒呢？实际上一样的黄酒也卖不动。黄酒就更小众了那有网友就说了，那这是酒对吧？大家不喜欢喝酒精饮料，对身体不好。那我们再看一个消费品，这个消费品很有意思就是胡一静老师有一段时间天天喊的叫性萧条。这个网上流传着一份市场研究报告显示说2024年中国避孕套市场规模为156亿元，什么概念呢？比2020年的208亿元下降了 25%， 连续4年负增长。根据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发布的2024年中国生殖健康用品行业发展报告，2024年全国避孕套销量为 38.6 亿只，较2019年峰值期 49.7 亿只下降了 22.3%。 这就是胡一静老师说的性萧条在增长乏力的压力下，全球知名避孕套品牌杜蕾斯也未能幸免。杜蕾斯母公司力洁实集团2025年1季度财报显示，其在中国区的性健康产品销售额同比下降 17%。 你说白酒卖不动，导致了这个避孕套也卖不动，这个酒色是一家对吧？一下跌都下跌，是不是这个道理这已是连续第9个季度下滑，市场份额从2018年的 38.5% 萎缩至2024年的 29.3%。 为了对抗杜蕾斯品牌销售下降带来的影响，集团已将中国区部分生产线转为医疗和家用手套生产，并缩减 15% 的人员，就是杜蕾斯在中国裁员 15%。 情趣用品巨头被迫转型，避孕套销量断崖式下降，其背后又隐藏着哪些社会变迁和产业转型的密码？202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方式调研报告》指出，25到40岁职场人群说平均周工作时间为 51.7 小时，比2015年增加了 4.3 小时。73.8% 的受访者表示，工作压力和生活成本上升影响了个人亲密关系和频率和质量。这就是胡一静老师说的这个性萧条要多给年轻人放假。青年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变化也将长期影响亲密关系产品市场。2024年全国青年社会调查数据显示，18到25岁的年轻人中，将个人发展和事业列为首要生活重心的比例达到了 67.3%， 而恋爱和婚姻仅 18.5%。 调查还发现，这一年龄段每周社交时间平均仅为 4.7 小时，较2010年减少了约 40%， 而虚拟社交和数字娱乐
正逐渐替代传统的面对面交往，改变着亲密关系形式和频率。工作压力大，数字化娱乐普及，价值观念的转变，让这届成年人淡化了亲密关系，更多的追求内心喜好，运动、养宠物就成了很多人群生活中的一部分，特别是成为很多低欲望人群的一部分。实际上这个避孕套规模的下降，这也是断崖式下跌这跟房价下跌差不多连续4年负增长，比2020年下降了25%，四分之一。你看跟房价基本上同步嘛，都在下降。这个反映的是什么呢？反映的是消费能力在下降，利他经济就是叫取悦型经济，对吧？跟不上了，大家更愿意独处，这个工作累、工作忙也是原因之一更多的原因是焦虑，没有心情。然后呢，把这个动力转化到哪儿去了呢？转化到运动。这个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几年是吧？你看这个房价在下跌，这个白酒、啤酒这些东西都在下跌，社交产品对吧？你都在下跌。那什么在上升呢？同时上升的却是运动。你比如说马拉松、长跑，这几年全国各地对吧？但凡是个县城、是个城市，都举办马拉松比赛。为什么？而且马拉松比赛你想报名还报不上，得靠抽签，就是参加运动的人越来越多。大家还记得吧？连羽毛球都在涨价。羽毛球是唯一涨价还卖得多的。为什么？2024年上海市全民健身发展报告显示，上海全民健身600指数为490.5，继续保持较高水平和质量。其中体质健康指数最高，达91.1，居民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比率持续增长。14-15期间，健身活动指数提升明显，从2021年的81.3上升至2024年的89.9。跑步、篮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快走、登山、徒步、健身房撸铁等体育项目运动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追捧，这也是居民运动让身体更健康的观念体现。不只是上海放眼全国范围内，居民对各项体育运动热情可见一斑。运动给人带去暴汗的快乐，养宠物的则给人带去了情绪价值满足。2025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消费报告显示2024年中国城镇宠物犬猫类数量超过 1.2 亿只，同比增长 2.1%， 消费市场规模达到了3000亿元，同比增长 7.5%。 我记得有一期咱们说过你看无论是运动还是养宠物，实际上都是反映的是这个人减少了对外社交，倾向于独处。独处呢，那宠物可以部分的弥补他情绪价值、情绪需要。运动呢也一样你比如说出汗，比如说那个运动之后分泌这个荷尔蒙，对吧？一个人在这个操场上，在跑道上较劲。2024到2025年中国宠物行业运行状况及消费市场监测报告显示，到2028年中国宠物经济产业市场规模有望达到 1.15 万亿元。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环境下，人们渴望一个能无条件接纳且始终在场的情感出口。宠物作为通人性的群体，自然而然成为了更多人的新宠。他们给人类朋友提供情感的陪伴与情绪价值的满足，甚至是成为了家庭的一份子。实际上无论是白酒、高端白酒还是低端白酒，还是啤酒，还是什么其他的这种低酒精的度数的酒，还是避孕套，这些销量下滑，它反映的是一个低欲望社会。运动、跑步、养宠物，这都是低欲望社会的一个特征。你养个猫、养个狗，运动你花的钱毕竟是有限的，但是人际交往花钱是最多的。虽然养宠物也能带动消费，但养宠物带动的消费比这个因人之间减少交往造成的消费的下降，这个是无法弥补的。还有这个垂钓运动也是方兴未艾，对吧？你想想那玩意也就是对这个卖垂钓用品的是个利好，但是对其他方面的消费减少，这个是无法估量的。你说有的人买个鱼竿，买点鱼饵，就在那儿一坐1天，一坐2天3天，你说他能消费什么？从酒精饮料，对吧，到避孕套，到宠物，到运动，实际上反映的是整个社会这个在观念在变化，行为方式也在转变，这个加剧了消费低迷。大家还记得吧？这个咱们老说消失了30年的日本，那日本的一个特征就是什么？
吗？为什么日本的这个风俗业啊，日本的叫什么？这成人影视发达。日本为什么宅男多啊？宅男嘛，就在家一待，喝可乐、玩游戏，自娱自乐，对吧？实际上这些都是啊，我们现在表现出来这个白酒、酒类饮料这个等等啊，这些下降，实际上就是跟日本的消失了30年那个消费特征非常吻合。所以现在专家啊，基本上已经形成共识。什么共识呢？就是中国经济啊，今天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不再是投资，而是消费；不再是供给，而是需求。最主要的是居民的消费，对吧？刚才这些数据啊，实际上就已经告诉我们，居民消费严重不足啊。这个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刚才说的啊，观念变化，但是啊，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啊，就业和收入的预期不乐观。现在经济本身不好，对未来的收入预期不乐观，自然会影响到当下的消费。第二个呢，当然就跟我们这个房价持续下跌有关系。有很多人啊，买了一套房或者2套房，现在也是开启了渡劫模式啊。这房子按揭贷款要还，结果这个自己的工作啊，朝不保夕啊，岌岌可危。你说他还怎么可能去消费呢？他只能勒紧裤腰带。第三个就是咱们天天念叨的啊，就是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健全呢。所以要刺激消费，你必须把这3个问题给解决掉，对吧？或者不叫刺激消费啊，就是让消费能够恢复，能够止跌企稳，能够向上，你必须把这问题解决掉。所以说这个问题不解决，你刺激消费没有用，你刺激只是把明年后年的需求现在来释放掉。所以你看啊，这个咱们什么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只要一停，马上那个消费就断崖式下跌，是吧？实际上这个就是提前收割了，那你总不能持续不断的提前收割吧？所以说啊，你要解决根本问题，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就是说白了，第一个就是提高韭菜的收入，稳定韭菜的收入预期。实际上就是咱们说的，你就让韭菜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即便我现在倒下了不要紧，我明年就能爬起来，因为明年经济会更好。我开个餐馆就能赚钱，我摆个地摊我一天能赚300-400，赚钱容易。一旦让我产生这种想法的时候，我现在就不害怕失败。所以这预期啊非常重要，就是信心比黄金还重要啊！你现在摆个地摊都不赚钱。第二个呢，那就要采取一些特别的政策啊。什么特别政策呢？把社保、医保、教育这些问题也要彻底解决掉，要让这些韭菜相信未来退休了，对吧？有人管。什么叫有人管呢？就是你最差一个月还能拿个1000块、2000块，就是够你吃饭，你不至于啊露宿街头，风餐露宿，对吧？你不至于吃了3顿没下顿。那社保对吧？解决就这个问题啊，就是托底啊。就我们很多人不知道，我感觉我们的社保已经走样了。实际上社保它的主要功能是保障最低的标准，对吧？是托底，而不是说像胡一金老师这样，你给他发3万有什么用呢？所以这几个问题不解决啊，这个消费低迷的情况就解决不了，很难解决。所以绕来绕去就又说到就业，对吧？你怎么样解决中低收入老百姓的就业问题？现在大家总是感觉自己，对吧？这工作啊很有可能就没了我就没收入我怎么办呢？你看看，既不相信政府的保障，自己又赚不到钱，那你说你还指望着消费？然后就是什么呢？社保和医保，对吧？怎么样提高保障的覆盖水平，覆盖人群，对吧？你给农民一个月涨20块钱，这个太少了，对吧？我们也不是说特别激进啊，就是农民必须要跟城市居民一样了，一个月1000多、2000、3000，你至少对吧要到300-400。这个300-400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啊，有300-400块钱，你再加上自己种点菜，就基本上他吃喝能解决啊。农民一个人一个月300-400块钱，一天10来块钱，如果再加上他自己种点菜，乱七八糟，他就不至于饿肚子，就是生活有了着落，他自己有地方住，对吧？那有很多人就说了，那这钱从哪儿来呢？这个钱还是有的，对吧？现在农民一共才就是达到60岁以上的农民啊，也才2亿吧，不到。而且这2亿里面很多长三角、珠三角的农民啊，他这个就是退休工资他已经超过300了，对吧？也就是把300以下的补齐，这300以下恐怕也就1亿多，一个月才多少钱呢？一个月也就顶多300亿、400亿，一年也就5000亿。5000亿什么概念？少修一些老干部疗养中心，少搞一些什么广场上的仿生椰子树，少浪费一些，少搞那些宏大的没有收益的工程。现在你有很多投资啊，投下去没有任何收益，反而还要每年要去维护，要去保养一些，还要投入更多的费用。把这些收入钱挤一挤还是有的，对吧？你与其发债，然后让地方政府接着去花，接着去修各种各样的这个供热企业与民争利，对吧？你还不如把钱花在这儿。我们啊，全部的财政开支里面用于社会保障的只占 GDP 的8%，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社会保障覆盖面小、水平低的主要原因，就是你在这儿
花的钱太少了。横线比较一下啊，发达国家占多少呢？发达国家的用于老百姓社会保障至少要占到 GDP 的25%以上，就是1/4。那有人就说了，那是发达国家，他们已经发展了100年、200年、300年了，我们不能跟他比，我们是发展中国家。那行，那就跟发展中国家比，比如巴西，比如三哥，对吧？这个南方国家，他们用于社保的开支啊，已经占到 GDP 的18%到20%，我们才8%。所以你说钱从哪儿来？那你社保这块比别人花的少，那把钱花哪儿去了呢？这就是大家要问的，对吧？连巴西、印度这样的国家花在社保上的钱占 GDP 都是20%左右，那我们才8%，偏低啊，低的不是一点半点。所以刚才说的消费啊，消费刺激是没有用的，刺激只能管一时，而且后面马上就会出现疲软，对吧？你提前释放了嘛？那怎么样让消费能真正的说赚起来，让我们成为一个不仅是生产大国啊，我们还是个消费大国？特朗普为什么硬气呢？对吧？跟全世界叫板，那不就是因为美国是最大的消费国家吗？你所有人都想把东西往那儿卖，想让人花钱，想赚美国人的钱，所以特朗普牛啊，对吧？想给谁加关税就加关税，你不同意自己考虑考虑。那我们也想成为一个消费大国，那怎么样成为一个消费大国呢？刺激是不行的，对吧？所以这些保障你要让老百姓敢花钱敢消费，这个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啊，否则啊，什么刺激消费那都是口号，说来说去都是刺激存钱呐，这些手段啊一时半会啊，它也很难说马上就凑效立竿见影。所以我们再看一看出口、投资、消费，你哪一个能立竿见影？好像都做不到。那我们就有理由相信明年恐怕比今年还要难。那这是惯性嘛？趋势已经形成了，对吧？你要想让这个趋势发生改变，就必须有更大的力量。但是你这些措施即便得当啊，即便有效，那扭转这个趋势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这就是我们说的啊，我们也不敢说什么啊低迷的30年，是吧？未来20年都不行，这些咱们也说不了。但是我们只能知道明年恐怕更难，后年大概率也好不了，做好心理准备。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